林家扶中心有4位的女社工得到政府的表扬，家扶中心专工过来办一届的大会，感谢4位社工的付出。云林家扶中心有4位志工摕到美好部绩优社工，今日嘛特别举办颁奖典礼。我们的知识库里面也要装满很多东西。其实我们在工作的一个技能以及我们的知识，我背负很大的一个能力的时候，其实我相信我的孩子也能顺利的回到这个家。对，这也是我这份工作最大的一个使命。尽我所能帮孩子可以做到的，我都想多帮他们多做一点，这样。就收到一些他们的祝福，那我们觉得说，那我们简单的帮忙跟及时的协助他们，其实我们就这样就够了。相信在各单位的肯定之下，家扶社工会使继续用上拍拼、上温暖的精神来关怀有需要的家庭。Hello， 我是叶明。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，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。